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37回。说主席，基本证明到我相府里向来放个堂不好。那么狗些人光当人家是带个香药之来的分量为家女在手上向，这个人光当不好啊，在手上么气差不多很个做姿势，放在那相府里就听那么说东西，他这里也跟着了，至少就对那里有理说两句。狗些人光三高头那厂里向了商量几次。说是啊，邻里早帮哎，比啥嘛，都是这个堂把胡浪看啊。哦吼，革命做主谁也去啊？邻里都是让带我看，根本有啥好看呢？对的。哎。有什么好看？看你漂亮。对郎向倒落了龙毛深处7、80岁，有理想青丝被刀，叫郎向好模的小标记的嘞，哈哈哈哈！我得去那里让等我啊！哎，对的，哎，我也同意。那好，把这下的问你，可是为我而来？你说的不是为我而来，你为哪个到此？为么我不是为你来的？这桩事体的根本那那个找跟郎相去了。哟，看上去真的为是我来过，真记得。你听好子，你讲啊！你们去年把我理想出来，等了给打的没恶意。你也晓得我空的啊，人来人去幸福了。哎，各自对望了就是啊就是。把你的对起。哈哈哈哈哈！怎么写的？自从你们得归飘下，哎呀，操3、5个大龄啊，10啊！今日个望我们门心焦，哎，我与3、5啊真，恩福心门去。我们多少个失望，把那走啊不来笑。啥种等到我里头心想嘛，我终于不是笑的。笑了笑嘛，笑上一个落举个。里面嘛请我走你30条。晚上的请我终于不为啊。我把这个票子去把你们有理想送，这个有了要么真正好，我个落举高许做了老豆当你郎下们努力你们别把靠。那么个落举高么口为句啊，这个举跟有了药有了药是你不能举我，你要去举做的无药。是。那么你来举我这是呢做的无药。不是我们落举个狗问掉，实在个虚人真不好。空的所以今年走啊没。哎呀，为夫妻，我们说你终于为夫妻嘛，你为地上么是不偶你？你说做都要我有一个男上得么弟弟里个脚。
我农上的没标志，要不那个做的要么组织一个小。那么我说没好，你来说几日内空不得向我来看，我说好呀，那么让我来看看小老母啊。那么我话不了心了。我打本证明到就讲起。那么我说你阿伯，我到向我去看看我小老母呢。那么你说没好，那么白子我们一道饺子就到向我去啊。到罗局高屋里嘛，我说很多弄出来，我要到处去做小老母的。那么罗局高哭得伤心啊，说你呀实在穷不过。一个农民就毛头个人。不是毛的说然后几十年，毛了到龙坪镇了五乡府里做舞队。你要么到乡府里去看看吧。那么我说好给，我面子浪下么来帮忙我了了。实在么我来看看我个小老母呀。我小老母嘛分口绕口见那个杀气的，呀，对的，实在真错没的哟。啥做主生一个师傅，你哪里给他的这舞队呀？不是啥人玩，给他个舞队我没说谁给，但门门里去。那说，比这个雅贵结后名字。你才晓得个？是。你倒是给他个嘎头。好。什么嘎头？嘎头。我名字晓得。我个小老母个名字啊，叫曲香啊。是我的曲香。小老母。对话，你是咋那个不当的哈？老走啦。20的钱，是空只归于后呀。后去之呼吸啊是。那么我问你，你究竟心心扭扭等了此地走步，你个东儿们为个去向上让向好你。老左啦！这位美人，她泪水下，我们泪红就是下人。少介绍么你们要走动而来哇？是理。那么你打去向安神公爷。老总，我与他只此相逢神话病。几次忙对三个活了两个病。是。看没看得见，吃没吃不着。总来俩下来顶的呀，那一身是男人公。你是我要多虑。你早点苦中取下美好，当我来商量嘛，非要得吃半年空的啊。是。未来的节子。哪行来得及呢？老主啦。引得你挣扎，累得强。你是因亏我今着来的吃。是。吃你。吃的。实在吃。吃得了方才把你松西个脚头别把口。原来说我在你身上也够知龙啦。然后身上面有个鸡草。是。啥个鸡草呢？水煎不吹灯这样。红皮红肺，两泪深水亮。这个让对，鸡草的美好。
好色好美中不足为余的符号。真记得。哎，对，辅导令了，辅导令，可是分哎。要上水辛苦嘛，等得了那个杜聿明想好等不了。那个杜聿明想还等不来着？那么这刚说起来，我个记错不好了。没听你做主谁当我想想办法。那着，既如如此，你可与什么面技术如相的？问我话语基础。一句。我基础对发展业里向企业的交接卡里为主。可是还觉得，那么听讲，都是个基础。好啊。不然。属于小的。本地知道很高的。而且你。不高。为了什么？方才不能怎么考察光我会很高的。你自己骂了我，所以我要打你呀。可不是俺弄高不高你弄？你上机器叫上我做动药了。方才你叫做动药，如果交付清爽，你叫上我做动药嘛，我就告你。哎呀，对对，你就见脸些的吧。不来，要叫我做动药，我做动药稿子得好了，你来交付就告你。你都出卡了，你问别街上做动药，这就是不来塞了嘿。让我好不溜头接一声吧。做说叫你唱戏啊？对，个东西说的啊。是。不对呗，要快点嘞。也可以也是。清爽。好的。那么阿姨好了。也叫阿姨的。也是阿姨好了。我遇着俺家伙子阿姨的。那个也特夸的，要买特买一包，特夸一包，清爽做动药。只可吹下米郎节子里上吧。那么做大礼。康熙，对的。做慈善嘛，欢喜心开心。那么我告你，就今天爱个吹下不是对爱的标志。是。我爱他。为三小留名。三小。小的时候。小的好。小的美嘛。我们这个沈公子啊，最起要小不我看看吧。你忽略来这个头。我沈公子们吹下杯要当我激励的笑一笑。谢得了。恭喜当不好答应的沈公子刚这里到走起嘛，加上原来做主赛杯要看吹响笑一笑，莫名的笑实在好不够了，这个笑谁笑的就想的了啊。那么个吹响的笑，心里想开心，无意的一笑嘛是好样不生硬。那么今年子打做主赛杯要叫你笑嘛，你动起人光笑不什么，嘿嘿嘿，个抓住笑比是可在那看来啊。所以做主赛啊，你的些不必气的。那么现在我告你，是你自家的基础嘛，说上去。龙口肉了，中国不会上当的。教师不上当嘛，你十个都理嘛，为你弄得句好什么？好啊。老文你想看呐？你们3个区别两个一个诸葛亮。大一哈。是为什么？唐日洪水不中立拉拢自己这样随时也不举灯这样，他就中立的寂寥动力分兄。可你不是老本的也想得出丢的嘞，怎么这个？别讲今着洪水做些上当的时候，我们当要打你走起你要到去。是你一让我早就通开了，不定了此地。定了此地，东药是叫偷下来了，被人疑心要来看的。该早就定了，让你要不相信。你早就通到西日色，让闺蜜等你。所行到下来了，不让当门的立刻去下手。是。一到松去，我再想办法，你到取下留为人工。我了上当的时候呢，我等到太阳会西，你不来，我带你叫一招手，
今天打的负责，这个让是俺多个口啊！你压力哪怕总要想办法一切，你要倒出来，门这边要到屋里下啊！答应。是都比我兄。要是你们这不到屋里，我要放风红罗你王子在手。放你的口气。哈哈哈哈哈！真的门这到屋里。是啊，一切我姥姥心上的与我。尽管放心。好啊。其实呢，就是我做的乌鸦们都帮那个忙的。你懂儿不？总要帮那个忙呀。对对。这要讲讲，变成光变得我姥姥要起你心的。上午吧。规矩要做出来吧。是，明日再见。好。当然心里想没开心，要进大天里追等我，在我拉下。规矩打得来这个响两位基友，先生正梦相依之命，相送两位基友，誓不由衷。本身面色够昌西人啊，走得没响。顾家，你去回复你家主人，谢谢你家主人。是。康熙。我来，咱们到个药屋来去。哎呀，你白哟！也可以打条理就等我。分下的个找树浪下个树老被空塞，你方才来让东药是叫米浪口得没清爽，说到要么到一个东儿嘛让走，修到后手的嘛东儿我的怎么可杀过，说到要不为水。这树老板一想，那做到要哪个人啊？高女来要是俺个手段，还不说衙门辈子不了用人，怎么可杀过？现在没来看你到了厂里嘛，不是个你都一弄不明白，一个同儿追着。那么树老板空塞到树老与手的后窗门开了么里啊，2只手有里一搓，你要抬起。哦哟！恐怕这不你好得来做啥？做啥叫树老人实在想气呀？做都要，你气不够，啥意思？做都要你是位衙门呀，你是个教牛的了呀，你那不那个用人怎不可杀我们？你这位不害居民，不害我们来帮那个忙，你要这样子教牛是个老女牛。你科技，我科技吧，那不你怎么可杀过？我只想在单位看过不能先让考虑科技。说紫色的爷爷还是打不深，你也要考虑。恭喜我不高兴，我不等3个里打到你衙门吃个口头。你要考虑嘛，我要欣赏你，我要做啥呢？考啥呢？你新牛让你考，我新牛吃3个。可是衙门那边是谁不对是吧？你也晓得啥道理？啥道理？你们有本让我身边服侍我是我的贴身同儿我们被呼吸里当你儿子啊哭的那么你们这个原来勾房不我了，叫我勾房要了，你是我的亲儿子那么我呼吸里面不晓得给到我他死到生去来，苦中里呢嘛，也叫我送不离。那么我本地之三边那不肯，那么原来嘛也到想要么我的送不离不晓得一到给他们李亚顺在空地去做一件当了魔那么你很伤我只是哪个种鸡要好手鸡要鸡来服侍我这不靠上我现在牛是这个意思这个反正面听见气愤做之前你去组织那还切大不鸡你子了鸡要了你拿老手呀奋斗要更对性空塞奋斗要难道你这个人间不认识了吗？奋斗呀，我为自己的迷弱了，我是真家不顾说出来了个东儿，想是想得来，想一个人了，我真不顾说。你想陪他想两大手，
搿张面孔有点像手举的火里向个当包当头药。哎，是啊，今日是当大爷。哦，是当头药。哎，做头药你说得出个那个话白话呢？你哪是那个爹爹你不做新吧？搿么问头呀，我不懂啊。当头药啥事体啦？给他做佣人还是别家子？不是的。那么你为是啥事体了的给他来啊？做动儿。那么分证明啊，你做手让你们你叫他普通实实的，你们为止啊，也太高知了，口中杀人，那李白19起，他为人行星风雨，理想心愿。本都要可交代不懂了，啥个考试叫为啥？为行星风雨，理想心愿。老问到你们事务等等了哟，老你来要讨高知府，哦，你来要想讨高知府哦，要想讨高知府一起去的啊，要寻找一个风流啊，理性多肉黄不娘，他才打过了老师啊，这都不这哦，是开始，开始，还是开大手水吧。哎，后继我热，我早就当我通达西日上，哎啊，后继来了我让一旦我热啊，我早就通达西日上，一到西日上嘛等着吧，等嘛不新鲜了，放在我来送一座最史官，那么我做最史拔出来了，只sei大本证明开胃畅饮吃，等到吃下之余呢。等到他养回西呀，谢当不来，谢到我来从上当着，刚才收了本是你呀，我不能1、2银子，你当我去叫一张手，爱心的压力相与一男一女，10个人10个都个口啊对得对，也得收集的红当家里4衙门跟随定啊。空啊在脑子1、2银子去叫一张手，营地多下口啊，感受里多，但是告诉老师说的要紧，私底下在做主赛办事体啊，办的家规偷当，当然是义气啊。刚才开头，那么个手老板背着后继开头啊，衙门吃上种小菜里都不够动过，现在做到衙门开真的不得了了。红阿三手上像手老板没取的，高台后继啊，就说衙门有一种小菜吃上下来嘛，不要吃个吃太好，烧小菜中啊，不要先烤鱼，先要神特的，先到做煮菜的小菜嘛，就都不够烤鱼的。红阿三规则后继啊，里这个小菜啊，不要烤鱼啊，不要落特里个小菜啊，做煮菜门开紧。有些就做主赛叫空啊三个就动身的昂举起啊，做主赛第一菜有些听见是衙门到高手做主赛进来空啊三没去了，估计小菜落特小菜，那么我只是我来欣赏里做主赛第一菜第一个菜肉丝，那么一边后场里向后几浪菜肉丝吧，空啊三手了被兜了个安狗嘎子了，打说是个吹嘎子啊。那个抓我这些可能到烤鱼那烤饭的菜肉丝啊，你拿后场门一开啊，对正后场里可能到菜肉丝，可能到那神特，早把眼比啥，哦吼，那么后场里的后几嘛肉丝嘛菜也好着，什么不能神特了发烤鱼啊？就嘛汤地带个手了，别让苦真这是不能烤鱼的，那弄啥一几浪菜肉丝。空啊谁想做东要你门开金啊，你手了你为啊比你门开金，你扣啊扣嘛，凭啥要烤那个鱼啊？当起扣，放狼爷，就是去扣放狼爷。起早做啊，我是不懂的，这个放狼爷要皇帝与内嘛，放狼爷封后的呀，啥个道理啊？我又不是皇帝。那么我这个乡下高子刚才听见在放狼爷啊，你加上萝卜菜的放它，拿一根沙背，这是我里成空一说，这是杭州里想推进去。
那么你想说不样了，上半手这个衣服上有神风嘛，个一公咚公咚气得畅利嘞。那么娘呢，看你一比一眉长们一关进去嘛，一些谁还神特着了？把个抓屋子门口进个一箱铁口来着，我这个叫放狼衣啊！哦哟，放狼衣啊，衣得嘞，不要紧的，衣得嘞，你哪早睡走了眼睛拉下面记得你洗开来，有口的这个呀！哎呦。我有个好几不够人呀，像哪看法呢？洗开了口的这个，带手了被苦苦不来塞，手了被为要当起口。仙人家境，这啥仙人家境？我这个乡下刚吃刚的敷衍的，怎么样？哎，要是还在，我老早晓得好在，只要是我其实操的老子不好出去，要不然要上些菜子呀，还得呢哈。哦，好光靠地汤我好好不着啊！啊，那么看地汤嘛，叫这个小屋海里呀，喝地汤，里那些拿一张豆芽的一张大本子呀，汤嘛可是真正一眼眼问他，要不然上吧？哦，就滚！啊，我只想飞啊，这是俺一张大本子吧？哦，切口叫仙人抓紧，当我仙人叫我抓紧吃的啊！那么抓屋子拿把本子拿来水里呀，哦，来做仙人课。现在我这里个鸟屎口口还有几号？收不收不清爽个，要么转个中午的几号口的这个了。那么你呀喝汤子嘛，个他头面个本子都不够呀，洗起来嘛两张眼我去做了这个的呀。这是牛了喝汤嘛，我这个想看一张小蚊子一进娘的手里，插他一吹到一小蚊子，鸟屎出子当着，平起背地我插一声。啊，我只拿把大蚊子放下来，在我这里一看，哎呦，到手嘞，晓得不晓得吧？说实在讲，在矿个空了啥然后啊？那么你拿把本子放出子啊，大概手了被敷一着。哎呀，空阿三，怎么样？你看看我这面孔阿水，说同样这面孔不水啊，没装了啊！哎呀，我晓得水在哪了？我拿个面镜子里照照一点水，不水啊！你面孔那肉没多了还要不水？你为要讲报纸啊，肉没多了不水，不水嘛，我这里个肉多少然后去个？有人说那我哪里给他弄出来的？回家来分享。那个了，逼到做紫色个些才不够卡鱼呀。搿张手卫生巾嘛，侬剁一剁开，再高的再也今人啊当不好。那条李嘴等我啊，一上后，你心里想开心啊。我咱们顾这个抓物子，要条条里的了，迎派的里来，可是今朝到村下做行为成功的。
个我来真正你要上当，你真正中欧的蓝龙记，与其高一动非有门。在压力一旦打你打最受气呀，一路去嘞，他一路香。当然是家让狗来嘛，门老人王进立好了两门跟随，估计我个生意是康熙来嘛，落实你们俩是。方才估计两位家女是离呀不离我，结不结我啊？门一句怒声称，王进了这两根小手手啊，对出是眼睛对正这个我让可是他妈的，当然最够来一忙嘛。但是心里想没明白，王进了让动气，因为方才我送两位高女来要出去的辰光，我分家人的，所以你不是来。没事啊，现在去收拾一个气包，要真相上一步。阿喜苏大人表示与你了。方才你给这两位家女家人我只好与面子，狗血那时间你都看门口去。王进发干心，他妈的，哪是你弟兄？你弟兄已经死了，王八蛋！什么是弟兄？李苏大人，你为什么要大发雷霆之怒？这个王八蛋很没有良心的人啊！去年8月13日你在外面听多见你要死了，你没有我你就死了，你看不起我了，你这个王八蛋！你都去哪里哇？你出地上，我是高女来哟。这那一场艺术舞蹈是面子蛮多了嘿，少年强啥有高事，干么呢？我晓得你脾气，你也是把你客气了，你比那凶，连胸口里断了打别个人啊！当把好杀伤女的面孔一背，艺术大人，滚走！怎么说？难道你进方为了？倘若没有先生，你这门公这是不当的了。什么话啊？没有你在此，我的门口不当了。你方为了？怎么说？人记得去年，我家相义而今赶来为相，不随门法。欲为王推来一地来，北王我家相义，你要他的门法，被相义记下了，要把你龙房打出。赢得先生在旁边决定，要不就你这门公暂时不当了。对了，是了，对，哎呦，答不错啊！想要赶来为相啊，这种好处没的啊！不人家看见来就想要嘛，贴子拿到里向去。我有辰光上不人家当呀，我也好吃也明白，不是想要晓得我楼房打出，人快打入局子了，对。对了。你招应我，我也招应你。好了好了，里边去吧。是，晓得你拉嘴啊！先生该死了。好了，这儿啊，你进去就是了。马上想进去。我来让这厅上想等呀，等我那哈今朝不要低尽量低出谁的，一口么东儿来着。当然进来么心想想蛮开心。我来今朝中期。我的崔下神公子夫妻当要随可以为大受罪，是不是眼睛挤过来？并相依，要甚至梦相之名，相送两位基友登居去了。考虑什么娃儿？莫与什么娃儿？他们的弟之人。啥哟啊？根本你神光去半夜的了哇！哦，大衙里去堆秋子了不想，真的呀！这些他们我买好石油里养神，了等了这天上等你，我来也想立起来进去。哎呀，大人口里立起来也想追，可是来到里向去，
他如我跟到你下，可非去我身上去了，我来也女性。说起来你发来啥地不是？等我进来子了你讲，明明刚刚你让相聚我，有什么疑虑收上去？那么都是来了日子起来的了，我又不要叫你走我去的了，有哪里的？相对上相人对的，我，你实在上头的句话嘞，我话不能力起来的话，有什么嘞？我的为笑，别人与我改平，那在于我在什么话儿你讲上来？那本大义母语讲什么？我晓得分证明分汉人被我说哦。做大义讲的，对面做主噻，我晓得连我都没法做呀。讲是什么？他问我哪里生日？哎，放在门口的话，你不要来一边。哦，里边是哟。我说的恭送生日。他又问我姓人名字。测狼位，放在牙齿沟，里边怎样？我说的姓康名姓。他又问我今年几岁了？哎，放在家门口，怎样为的？我说的29岁。他又问我口去吃饭费。呀，这句放在分门不拉接近了，门里呢按他高指路了，你做主噻啊！这个你懂货的，我他高指路和他高指路关你啥事呢？他问你可与其忙，你便是何？我说的非出此啊！根本你也太老实的，是分他高指路了，根本你说他怎么样没好啊？你也太老实了。哦，你是必出其忙，他必怎样？哎呀，娘呀！说哭啥？为什么你要离哭？别人讲了非出其忙，那做大义将我松松地这么了一顿。哎，这让结婚子，这分他高指路介绍不了做主噻，没得了不得了。我来了一像这种太满门子。一个人不太高知嘛，有啥不把人讲嘛？没有了，马三门也有了。不过俺估计现在路上想啊，一个年纪大个半到年纪轻个，哦哟师兄啊，哎呀老爸，哦你今年几岁啊？我今年20岁哦。那么你他高知了呀？我分了，哎呀我啊一点不得，分他了，分了，放多你两个屁！要你个吃了啊！你再不到高知啊，抓你爬这里去！还有种马门下的，跟这个不过他马门，说没有的，怎样没有的？你讲一个名字不？恩师，当然做得来这个样。今日眼堂里向为的眼里记下来，这两个眼里落得来个人，穿香面上向来的。哎呀，娘姨，讲啊！他说的门。第二个新生，你望空啊，与谁人为主分上了的？
连玉子谁人为做文章，等了给他做奴才嘛，真正做中嘛，你个大不你太无才。我又说是这个，总爱我来去表一个新经上面，为将是什么？他是的。你知道他是玉石的，口也与我为父高手去。他是道，你往收进去。是，什么道理？他是的，我家玉石都的甜美香。他是道家中许多美貌雅贵。为什么他要将家中的许多美貌的雅贵？唉，他与小人讲，你家相姨好等不爱你，但是你家相姨为什么不上一个雅贵与你斗罗花中？倘若你跟我抓一位主公手，我的上一个雅贵与你斗罗花中。我个头面做出现在想得到了，弄得很像个呀。你要可像个动物啊！他与江两人么？他是的孟子远，不下于谁不与大。哎。于是我的哈心上。哎呀，不了可在，你来围堵我，也气在，做动要好啊，有高处不我了，我也气在。你必怎样？我是为的他了。为的他，怎样为的他？我是的，我家乡里，他都好生的恩处。我就为了他俩，我是道之大义，先人不与你为主，拱手而去。我为在相府之中禀明了我家相爷，我家相爷亦能开恩，上一个雅贵与我斗乐花作，所以前来禀明相爷，请相爷开恩。好，我这个好东儿啊，老黑菜怎么总要开恩呐？现在来不及这样。